佛說小故事，花開心靈，修行在途。有一日，師父帶住弟子喺寺院度種花，大家都好用心咁灑水除草，唯獨有一位弟子心裏唔耐煩，覺得種花太慢，開花要等好耐。佢抱怨話：師父，我嚟呢度係為咗修行，唔係為咗做園丁。花要好耐先開，咁樣唔係浪費時間咩？師父聽完，微笑住話：你覺得種花只係等花開，其實種花嘅過程就係修行。你播下種子就好似播下善念，你灑水除草就好似培養耐心同慈悲。花慢慢生長，你嘅心都慢慢成長。如果你淨係急住想快快見到花開，就會錯過修行真正嘅意義。弟子聽完恍然大悟，佢開始用心照顧花草，唔再急躁，反而喺等待入面學識耐心同喜悅。當花終於綻放嘅時候，佢明白咗花開唔只係外在嘅美麗，更加係心靈嘅綻放。啟示：種花就好似修行，需要耐心、細心同慈悲。花開唔係目的，過程先係修行嘅真諦。生活入面嘅等待同照顧，都係培養智慧嘅契機。